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人讲神明兴，地主行，这个意思就是讲神明香火若是正旺，可能需要地主，也就是信徒出钱来寄付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兴好英兴第一条。有人的名叫做阿兴，也有人读做阿兴。兴就是发展旺盛的意思。另外一个音读做兴，代表讲兴趣啥，对啥物有兴趣、有趣味。像讲有人兴酒，就是爱啉酒；啊，若无兴钓鱼，就是无爱钓鱼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兴头，代表是兴趣，想要做一项代志的程度真悬。像咱讲，伊对逐项代志敢若拢无兴头，就是拢无兴趣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家和万事兴，家乱万事行。这个意思就是考劝人家庭和乐，安尼家运才会当兴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家和万事兴，家乱万事行。同一口罩，大家兴趣无同，都爱互相包容。像讲囡仔若是对一寡代志拢无兴头，时大都爱尽量鼓励，代替责备，安尼亲子关系才会当和谐。今仔日读做这一日读做兴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兴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